去年，咱台湾的女飞摕到美国变装风球节目的总冠军，让世界看到台湾，也让台湾愈了解变装风球。今嘛透过这变装风球，也阁有本土品牌拍拼，融合到咱台湾的文化，带动变装风球产业。 在舞台上展现上水家己变装风球这个名词，在台湾渐渐让人知影。不过，安怎才能算是一位变装风球？第一个一定是妆容，第二个是假发，第三个就是要有漂亮的服装，必须要有明星光环，然后还要觉得自己永远都是最漂亮的。 这个来自不同所在风球，难得大家斗阵彩排文总的纪念节目，当表演不过再是局限伫酒吧、夜店，而是来到不同领域。后壁其实有一寡点点伫替台湾变装风球努力的人。 对于变装文化，的接受度，我觉得我都还需要我们再一直去推广，然后大家知道哦，原来变装是一个文化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拓展出去。像现在美国的这一些变装皇后，他们其实都是用明星的方式在经营，甚至跟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人去做合作，其实都可以看到他们不会只是单纯的大家想象中在夜店的角色而已。 托比甲佩蒂成立弯刀风球，和风球因接触亲子族群行入冠孙，因想要和大家看一下台湾的变装风球。虽然起步比欧美国家较慢，不过实力也是不容忽视。我们通常可以用最小的资源做到最大化的极限。那我自己个人的表演风格会比较接近于，就是高雄可能比较接地气的那种台妹的感觉，台湾文化美眉。台湾的变装皇后有很多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交融，我们有 K-pop 文化，我们有 J-pop 文化，然后还有很多的皇后是从 cosplay， 而我自己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就是有一个漂亮的皮囊跟很会说话的嘴巴。台湾本来就是很包容各式各样的族群跟各式各样的文化，像我就是我比较偏跨性别嘛。 变装风球内底有一句俗话讲：头毛目正门应是假，不过流汗甲目屎却是真的。虽台湾要成为亚洲性别平等表现第一的国家，过去对因个因为看法也慢慢变做恶劣的眼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